子清，子清，哎，李兄，哎呀，子清，你怎么了？这脸怎么都青了？哎，没事，摔了一跤。不对吧？你是不是被人打了？哎，不瞒大哥说，我刚在河边跟庭阳说了几句话，没想到被同心那个死贱人给我暗算了。哎呦，疼得我！我看你不仅仅是和庭阳说话吧？哎，李兄，咱不说这个。哎，对了，你当李正的事儿啊，我一定会跟祖老说的。对了，我当李正，你师傅能同意吗？我师傅呢，我自有办法。我跟你说，我师傅呀，咱们这个，他绝对会同意的。哦，走，来。气死了！怎么了这是？啊？谁又惹你了？子清那个王八蛋在河边想非礼庭阳，幸好让我撞见，收拾了他一顿。哎呀，庭阳这孩子啊，也真够命苦的。爷爷刚去世，李太公又病了，还要照顾李宗，真够他累的。现在李儿也不在家，又有人想欺负他。童心，你没事，经常过去看看他啊。知道了，娘。关于新理政人选的事，今天请大家来商议一下。最近，村里这百姓们都推荐李辽做新理政。各位，不知李辽是否合适啊？我也听说很多人推荐李辽做理政。前日我遇到了祝衍，他也极力推荐李辽做新理政。李太公家在咱们曲人里德高望重，特别是李耳，更是心善德高。这次新理政人选，非李太公家人莫属。但我觉得还是李耳比较合适啊。是啊，李耳是比较合适，不过他现在出门在外呀，且归期未定。这李辽呢，是李耳的堂叔，为人也比较善良。我看现在李耳不在，李辽自当替李耳代之啊。我看李辽行。既然大家都认为李辽可以，那我们就推选李辽为新理政吧。哎，好吧，行。大伯，大伯，告诉你个好消息。什么事儿啊？这风风火火的。族老们推选我做理政了，自今日起，我就是曲人里的新理政了。你看，李辽啊，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不要去争那什么理政一职。理政那么好当吗？啊？作为一理之政，你要处处为乡亲们着想，你要有能力把咱们曲人里搞得更好，你行吗？这理政之职不是我争的，是他们推选的。再说了，这理政有什么难当的？不就是像您日常说的，多为百姓想想吗？不光是想，是要实实在在的去做，要把乡亲们的利益放在前头，不能有一天自私。好了，大伯，我知道了。您休息吧，我还有事。回来。辽儿啊，大伯可都是为你好啊！啊，你看着办吧。哎，大伯，我知道了。您休息吧。哎，
真是多事，什么事都管着我。还是晚上找子清兄弟去聊聊吧。李兄，恭喜李兄当上本村的李正了。哈，这不还是多亏了子清兄弟帮忙。若非是你，这李正之职，我是当不上的。哪里，李兄客气了。来，咱们喝一个。好。李兄啊，刚才我看见你脸上似乎有不悦之色，请问是谁惹李兄生气了？我家大伯处处管我，我当上了李正，他非但不高兴，反而却说我就不应该当。哎呀，李兄啊，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。自今以后，你我兄弟就是自家人。子清弟，有话尽管讲。如果说这李正之职是李耳当，那李太公高兴不高兴？那还用问？当然高兴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这李耳是李太公的孙子，而你李兄只不过是李太公的堂侄罢了。这一家人也有亲有近，有远有疏啊。你非李太公的嫡亲，别说他反对你当李正了，就是这将来李家的财产，恐怕也轮不到你李兄啊。此话怎讲？李兄，咱们再喝一个。这李太公有孙子李耳，童孙李宗。按照规矩，这李太公100年之后，这李家的财产只传给嫡亲。你李兄是什么也得不到啊！这太不公平。李兄，我倒是有一个办法，可以让你得到李家的全部财产。什么办法？啊，使不得，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，不可！李兄，如果你不这么做，一旦那个李耳回来，别说李家的财产了，就你这李正之位，也坐不稳。李兄之所以能当上这个李正，那是因为李耳不在家。如果李耳在家，这个李正之位有你的份儿吗？一旦李耳回来，这族老们就会将你的职务罢免，让李耳来当。这么简单的道理，难道李兄你看不出来吗？这李耳处处压着我，一不做二不休，就以子清帝之计，咱们马上动手。
好，就这么定。李尔，师傅，你千里迢迢来此求学，着实不易。你如今对治世之道有何感悟？师傅，我以为治世之道，即是天之道。天人本一气，彼此互感而通。尽人事，以合天道；明天道，以观人心；明人事，可晓天道。那何为天道？天道者，无情无欲，无为无作，无彰无显，自然而然平衡万物，损有余而补不足。那你如何以天之道行治世之法呢？治世者应涤除妄欲，消除妄为，积蓄精力，上下合一，贵贱无分，民心自服，不生争端，天下安泰。军民同心，尊道贵德，这样，则无所不至，无所不化。以此为治，则江山永固，千秋万代。说得好，说得好。师傅，师傅，他来了。呵，你又来混我的好酒了啊！这位先生是？在下师旷，请问你是？哎，怎么你们不认识啊？先生何出此言？你们都是本源大师的弟子，按理说你们可是同门师兄弟啊。什么？本源师傅？师旷先生，原来就是师父常提起的我的师兄啊！什么？你就是我的小师弟呀？这可真是巧合了啊！大伯，您看宗儿多聪明，您老人家真是有福气啊！是有福气哦。虽说孙子没在身边，可是有宗儿在这儿，我还能多活几年呢。太爷爷长命百岁！好，长命百岁，长命百岁。哎，大伯，平阳，我带宗儿出去玩一会儿，很快就回来。那谢谢堂叔啊。哎，自家人谢什么？走，早去早回啊。
师兄，师兄所奏之乐，似乎与天地融为一体，与自然混在一处，有万物归根之境，真乃天籁之音呐！小师弟，你睿智过人，一语道破了音乐之真谛。音乐乃世间无言之声，其虽无言，但能胜于万言。至静之处，天地皆归，万物皆静。归根复命，使人与自然融为一体，合至一处。能达此境之人，必心清神明。即能超脱于尘世之外，又能如何于尘世之内？如有入于无间。正所谓，人能常清净，天地悉皆归。师兄，您能否教我音乐？好，小师弟，你也想学音乐？就不怕分心。师兄放心，我知道音乐能使人达到至静，但需下功夫，长时间习修，绝非一朝一日可以学成。但我想，求道殊途同归。我只是想用音乐来辅助我的学业，弥补我心性上的修为而已。好，好一个殊途同归。那今天我这师兄就献丑了。多谢师兄。慢点，注意脚下啊。宗儿，这些花花草草漂亮吗？漂亮，有好多好多。好好，这边走啊。哎呀，热不热啊？不热。哎，就这儿吧。我不要在这儿玩，我要回家。我害怕，要去找我娘。宗儿，宗儿，听话。宗儿，别怕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大爷爷肚子疼，大爷爷要去趟茅厕。宗儿不要乱跑，在这不要动。大爷爷一会儿就回来。
还没回来。堂叔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他一向不喜欢宗儿，这么多年来，他从来都没有给宗儿买过一样东西，更是没有带他出去玩过。也许是当了李正心情高兴吧。李宗本来就是李家的根呢。李辽伯伯从来没疼过宗儿，今日带着他出去，就算是补偿吧。大爷爷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大爷爷！姑姑，宗儿乖，不哭。男子汉大丈夫，顶天立地。腾讯姑姑，你真棒！我也要跟你学功夫，将来就不受坏人的欺负了。好，宗儿，真棒！娘，娘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什么人？哎，是我。你去哪儿了？刚刚宗儿差点被杀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？是吗？是谁会对一个小孩子下手？我刚才去出宫，谁能想这么一会儿功夫就出现这种事？宗儿没事吧？怎么能把他一个人丢下呢？走，我们回家。走。自从上次被李尔那小子捣乱以后，害得我是东躲西藏啊！这个仇啊，一定要报。将军，李尔家就在曲仁里，而西门亮将军也是在曲仁里阵亡的。末将以为，咱们要报仇，就应该先拿曲仁里开刀。将军，请你吩咐吧。冤有头，债有主。这次啊，我们绝不能像上一次冒冒失失的去，我们要暗地里到曲仁里，只杀李尔和同和的全家。将军，请你下令。你们两个先去曲仁里打探一下同和和李尔的家在哪儿，然后我们就动手。诺。
去吧。大伯，您找我有事吗？来了，扶我起来。李辽啊，我问你，那天你带宗儿出去，宗儿差点被蒙面人给杀了，这事儿有多悬呢？啊？当时你在哪儿啊？我突然肚子疼，要出宫，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。那么巧？那你回来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要不是香梅告诉我，到现在我还蒙在鼓里呢。这不是这段时间您身体不好吗？我怕您再急坏了，所以就没敢跟您讲。你心眼倒是好啊，李辽，我告诉你，宗儿可是我李家的命根子。如果有人要打他的主意，我豁了我这把老骨头，我跟他拼了！我又没想害他，你怎么怀疑起我来了？好，你没想害他就好。你这个畜生！他变了，真变了，再不是原来那个老实厚道的李辽了。哎，你别生气。什么命根子？我总有一天让你命根子消失！啊，童心，你来了。哎，若不是童心那个丫头捣乱，李宗早就被咱们派的人给杀了。不要紧，我还有办法。这一次，绝对不会让他再跑的。只要李宗一死，这李太公还不得急死？到时候，我把庭阳强行抢走，这李家的财产就全归你了。谁？走，向北追！童心呐，那天幸亏你救了宗儿啊，要不然的话，那天李大伯带着宗儿路过我家门口，我看他鬼鬼祟祟的，就跟了过去，正巧赶上有人要害宗儿。那，你说是什么人要害宗儿？爷爷，以后啊，我看您还是少让宗儿单独跟李大伯出去了。你是说，这事儿是李辽干的啊？爷爷，总之您多注意就是了。
应该呀，毕竟这是一家人呢。爷爷，香梅去河边洗衣服，到现在还没有回来，我得出去看看。好，去吧。那我和你一块儿去吧。嗯，好。爷爷，你歇着，我跟他一起去。李辽文，你。刚才咱们俩说的话，肯定被他听到了。子清啊，现在该怎么办呢？不能留下他，否则我们就全完了。啊！一不做二不休，掐死他！啊！走，小梅，走啊！不就死个人吗？香梅去河边洗衣服，这么久了还没回来，会不会出什么意外啊？别着急，咱们去河边看看吧。嗯。来。啊！有人！这，看我的！跟我来！哎呀，停呀停呀！同心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出什么事儿了？我和子晴出去办事儿，回来的路上，发现香梅躺在河边，死了啊！什么？怎么死的？我们哪知道啊！啊，我去叫人去了，李兄，你带他们去。我叫人去，我叫人去啊！在哪儿？快带我们去！好，这边。鬼鬼祟祟。香梅呀，你死得太冤了！这是谁下的手啊？哎呀！哎呀！你来我们家这么多年，为了大伯和宗儿，日夜操劳啊，受了多少苦啊！香梅啊，你死得太冤了！怎么会这样？是谁这么狠心？这是谁这么狠心啊？咱们去人里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？师傅来了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啊，谁干的？一个活生生的孩子，就这样死了。小梅啊，疼死我了，小梅。我说李正啊，你先别哭了，先去禀报易大夫，捉拿凶手啊！李正，你还愣着干什么呀？你倒是快去呀！啊，对，缉拿凶手，缉拿凶手。我觉得，这凶手有可能就在我们人群当中。不会吧？在我们当中啊？会谁呀？会什么可能啊？对呀。
不可能啊！这是不可能，不会的。是谁呀？李正，你看着我干什么？朱颜，我又没说人是你杀的，你做贼心虚什么？你，长儿，你在这好好看着，我走了。是爹娘。我现在就去禀报易大夫，缉拿凶手。我跟你去。小梅，小梅。万一被查出来，就糟了。这有什么？不杀了他，我们就完了。再说了，杀一个佣人算什么？我已经安排好了，明天晚上就派人杀死李宗，到时候李家的财产全部归你，天阳归我子清啊。这个万一被易大夫查出来，是要杀头的。你现在是我们这儿的李正，哎，瞒一瞒易大夫还不是简单的事儿？哎呀，这可是伤天害理的。李良，你别给我装好人，杀香梅你也有份儿。哎，你现在是李正了，以后在屈人里，咱们可以说话算数了，再也不用在那祝老头手下受气了。畜生，孽贼，大胆！师傅，师傅，你这逆贼，怎么做出如此伤天害理之事啊？巫师，我。师傅，我们刚才说的话，你是不是都听到了？你们杀了香梅，又要杀李宗，这伤天害理，这伤天害理啊！我怎么能有你这个孽徒呢？哼，师傅，你干的坏事还少吗？你现在却变成好人了。我跟你这么多年，什么也没得到，你什么时候为我想过？还口口声声说是我师傅，你配吗？我既然在你这里得不到，我就要靠自己去争取，靠自己去争取，你懂吗？孽贼啊，孽贼！报应啊，报应！我朱颜过去做过的恶事太多，老天报应，报应啊，报应！巫师，您别生气。好，你争吧！我要把你们做的这些恶事，回去告诉乡亲们和三位。